今日是毋是就想要来去找一个咱朋友伴咧？咱朋友伴吼，三不五时啊斗阵的时阵，就是啊吼，同齐来运动，增强咱的吼真气神。所以今日游玩是咱上界专业的宇少教练武秀教练。大家好，我是宇少教练。宇少教练今日吼要教大家几落步，刚才是看到这瑜伽垫怎样用坐就会当来做运动，真简单吧？较简单，五步就好啊。咱对第一步开始讲起。第一步，高脚的脚式。哦，高脚的脚脚式，单脚桥式运动。对。这边安怎做咧？好，阮先坐落来，倒坐落来。好，第一步先坐落来。哦、好，倒弹起倒落。哦，真好。好，两只手拍好开，脚头虎弯翘。哦，两只手拍好开。对。家你的脚撑位压悬。压悬。对。即马正脚伸好直。正脚就要伸好直。对。哦，转来换倒脚。哦，这是第一个咯。哦。嘿。咱正脚转来。倒脚出去。哦，正脚倒脚算一组。对。第三个正脚。正脚。好，来倒脚。倒脚喙。好，来脚伸位夹落来。哦。好，阮来坐起来啊！吼。哦。来，咱坐起来的时阵吼，会当安尼小安尼冰心一个较安全，莫安尼直上直下，真容易受伤。这个叫做高脚脚式单脚桥式。对。过来第二个动作咧，第二个动作是鸟狗式，鸟啊甲狗啊迄种感觉。对。鸟狗式，要安怎做？好，阮即马先扶来，两只手伸落直，吼。等者你的倒手招我一个。倒手。好，give me 5。好，来换正手，这是一个。哦，这真正朋友伴当同齐做呢吼。会使同齐做吼。重点是你的手要伸好直咯，对。上尾一个。来。搁一个。好，赞。哦，这差不多嘛是基本上做10个，算一组。一组，就休困一个。就休困一个吼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动作，第二步。还有咧。哦，第三步是进阶版本。哦，等者你嘛是倒手招我一个。哦，倒手招我，正脚伸好直。哦，一个。哦，这就较困难啦。来换另外一边。对。好，上重要是你伸的手爱伸好直咯。吼，来换边。对。哦，来过来。好。第三个。好，来，好，赞，哦，真正运动到呢，运动到哦，这个真正进阶版，第四个等者简单啊，阮坐咧就好啊。即摆要换椅啊就对啊，换椅啊。今日咱这朋友伴除了咱互相会当来做朋友伴以外，还会当甲椅啊做朋友哦。好，再来这第四步的这个运动是啥物咧？好，第四步等者是。1/4蹲，吼，等者两只手放伫你的脚头虎顶悬，吼，脚盘较入来，身躯压头前，徛起来就好啊，吼，嘿，对。就这个动作啊？就这个动作。就这简单，动几秒？10秒。动10秒。动10秒。阮先坐落来，吼，往侧面看一下下，等者重点是讲，阮的脚盘一定爱伫你的脚头虎内底，手肘爱伸好直。身躯压头前，甲伸好直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这就敢若讲，咱等迄个，等别人要甲你叫挂号。对。后一号，你讲哇吼38号，唔对呢，唔对，袂才36号尔。就坐落来。对。只不过爱动10秒安尼。爱动10秒。10秒其实嘛是开始流汗呢，因为你双脚就开始拢运动的。对啊，你的脚甲你的出力都会出力。对。这是第四个动作。第4个动作。第5个动作就是进阶版本。分开，等者阮先倒脚入来，正脚的脚盘压起来。两只手同款伸伫你的脚头虎。是。身躯压头前起来就好啊。一个头前，一个后壁啦。对。一前一后啊。阮侧面看一个。侧面同款先坐好停。倒脚脚盘伫遮，正脚的脚棍徛起来。两只手伸到脚头虎。1/4。来，身躯压头前，开始徛起来就好啊。这时阵朋友啊，你嘛会使，甲你的朋友搭相共一个，又爱挺起来。安尼。
啊，该保护一个，换一个嘛会使。哦，以防去跋倒。跋倒，啊，你徛伫边啊，安尼赞的，好，好，来坐落来。是。啊，阮换另外一骹试看卖，吼。啊，即马是正骹，啊，倒骹的骹棍举起来，哦，两只手共款放伫骹头夫。是。哦，啊，骹双尾举起来。哦，对，好10秒。我该保护一个哦，来，我即马看一个，来，共款你的腰爱挺起来。哦，好，来，赞哦，好，好来，坐落来。哇！今日这几落个，我拢感觉到规身躯的这血的循环，拢真正有运动到呢。一定的啊！来，教练，咱来啉水。好。